新約提摩太後書第2章，我兒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。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，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凡在軍中當兵的，不將世務纏身，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。人若在場上比武，非按規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勞力的農夫，你當先得糧食。我所說的話，你要思想，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。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，他從死裏復活，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。我為這福音受苦難，甚至被捆綁，像犯人一樣。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，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，叫他們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。有可信的話說，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他同活；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同作王；我們若不認他，他也必不認我們。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。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，在主面前囑咐他們，不可為言語爭辯，這是沒有益處的，只能敗壞聽見的人。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，作無愧的工人，按着正義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，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他們的話如同毒瘡，越爛越大，其中有許米拿乃和腓利圖，他們偏離了真道，說復活的事已過，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這印記說，主認識誰是他的人。又說，凡稱呼主名的人，總要離開不義。在大戶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，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、信德、仁愛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，總要棄絕，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。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，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，善於教導，全心忍耐，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，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，可以醒悟脫離